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这个发表经济政策演说，伊表示讲，若从有选调，伊会动用这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来由伊来领导这新成立的政府效率委员会。也若和川关系袂歹这罗西亚总统普京，伊也口说讲，伊支持笑声才有影响力的贺锦丽，伊也讲到讲，已经准备好势要和乌克兰谈判。 At the suggestion of Elon Musk, I will create a government efficiency commission tasked with conducting a complete financial and performance audit of the entir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making recommendations for drastic reforms. 川普初五伫纽约一场演说内面，在讲经济政策，除了宣示当选了后会动用马斯克对联邦政府进行全面审计和改革，嘛强调会甲美国生产的企业税率对1%降到15%，佮会撤销拜登政府降低通膨发出的资金。伊嘛大骂这个法案主导的列宁政策都是一场骗局。另外，伊嘛重申爱来重视加密货币，伫联邦土地成立计税区，鼓励大家来起新厝，而且增加关税，促进国内的制造业。华尔街日报的民调显示讲，伫处理经济和通膨的问题顶悬，川普拢是领先贺锦丽。伫过去10届的大选，有9摆拢讲甲真准的美利坚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奇曼，搁一摆预告今年大选的结果。Kamala Harris will become the first woman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李奇曼的预测模式是以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现任优势和个人迷人的所在等等13个关键因素，做是非题来判断。结果贺锦丽是赢8项，相是和川普关系真好的罗西亚总统普廷，初五接受访问的时阵是故意颠倒并在讲话。伊讲伫这场美国大选内面支持拜登推荐的贺锦丽，佮故意去学了贺锦丽的笑声是充满感染力。白宫是呼吁普廷停止干预美国的选举。顶个月，乌克兰是毒袭罗西亚的库斯科州，下境控制一寡庄仔头了后，中本地讲无可能和基辅和谈的普丁，即马说讲已经准备好啊。эфемерных там требований, да, а на основе те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которые были согласованы и фактически парафированы в Стамбуле. 公司新闻司会长编译。